冇晒牙齒嗰啲公公婆婆咧，就可能嚟揾我睇牙嗰陣時咧，可能會喺個袋嗰度攞咗10副8副假牙出嚟話：阿醫生你睇下，我做咗10副啦，你今次睇你㗎啦，你得唔得就睇你㗎啦。其實做呢啲一隻牙都冇嗰啲假牙咧，我哋叫吸附性嘅假牙，其實咧係好考教醫生嗰個技術㗎。我會令到個婆婆當日嚟，我就希望佢當日有牙帶翻去，跟住可以食蘋果啊，可以食蔗啊。可以食排骨啦，咁呢樣係我哋嘅追求嚟㗎。咁我覺得公公婆婆都係追求咁樣。咁就我哋醫生會同你印模啦，印完模之後，我哋會有2個師傅上門嚟做一個服務。咁就譬如你今朝早10點鐘過嚟打牙模，下晝我哋5、6點鐘就會俾一個牙齒俾你戴。咁點解會有呢個做法咧？係因為你如果喺外地或者香港過嚟深圳咧，你要來訪幾次嚟進行打牙模啦、試戴啦，跟住再戴正式牙啦。戴完正式牙之後，你仲要調教啦。咁可能你要嚟4、5次，你會覺得好憂慮，即係未睇之前你就覺得我壓力好大啊，要嚟咁多次。咁我思考咗之後，經過呢個學習啊，揾嗰啲搭配嗰個師傅啊，咁我哋經過一番努力就造成咗一個當日即時有假牙操作完成呢一個動作。我哋愛康健應該係全深圳都係第一家有呢個服務，咁得到嘅結果係非常之反饋係非常之好嘅。